阿密斯在东部，在整个太平洋边，从恒春一直到宜兰下面，他们采集了几千年，保持了这个海岸的美丽啊。那么他们也是最会捕捞这个渔获的民族。以前的远洋渔船时代，没有外劳的时代，船上都是阿密斯。那么船东的问题全部都是阿密斯给他帮他们解决的。虽然受的待遇是那样的低，是那样的，譬如说在国外被这个捕捞以后被抓到的时候，所有的船东都遗弃他们，政府也遗弃他们，他们就像一个囚犯在一个船上做水牢一样，都准备随时出庭，家里的安家费也停止。但是这个偌大的这个海洋，从来没有阿美族的份，到现在，山地有山地保留地，阿美族他们正在失去，而且已经失去他们自己的故乡。就像我写的歌一样，已经找不到在家里的门。我们认真去思考一下，阿美族的领土在哪里？太平洋几海里应该是阿美族的。台湾假如要从400年前的历史开始写起，那不是真正的台湾的历史。我们在这边已经几千年了，我想我们可以主动的，自己也准备，然后也催促政府，能够把台湾的历史好好的做一个整理。我也不要多说，太多，反正我们就支持吧，要比上次支持他还用力。好。哇！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，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，这是最最复杂的训练。你想去掉绝对的单纯，你或许偏空没闪远方的门，才能找到自己的门。我们璀璨在台湾的各地，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，很像无止境的这个漂泊，那就是我们的住所。我又用不同的诗写了一个不能词，但是还是阿密斯的歌。In the humfront like Tonkalili, Wakala miss the locust, my the sky not the locust, Tonkalili. In the Hansaki not the dollar, I would have so. On the sky I saw in a locust, yo
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，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。这是最后一个山坡，你像田园绝对的美丽。你我许穿透每场虚幻的梦，才能找到自己的梦，自己的人。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，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。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，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。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，来到最最思念的地方。我们最思念的就是我们的同胞。谢谢吴大哥的祝福，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酒壶交给来了。还没放弃。干杯！